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1月初9，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队今仔日下晡坐飞机去东京，准备后礼拜一的世界12强野球赛复赛。总统蔡英文宣示连任和国会过半的决心，韩国瑜是去家人和少年人博感情。中国宣布美中同意分阶段取消加扣关税，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说讲伊还未同意。台湾队今仔日下晡坐飞机去东京，准备后礼拜一的世界12强野球赛复赛。因为亚太区的韩国和澳洲拢有晋级，所以咱台湾队的排名就要赢韩国和澳洲，才会当摕到参加东京奥运的资格。中华队出征日本，比前11号开始的世界12强棒球赛复赛。桃园机场报道柜台前的康迪亚客满了来上场的球迷。其实每场比赛都困难度都蛮高的嘛，只是说到不同的国家，然后打复赛要更谨慎而已啊。真正日本真欢喜，全队的士气也真悬。也不过大家拢清楚，包括暂时唔免对着的日本、墨西哥、美国、韩国甲澳洲，拢无好对付。尤其中华队带着有赛输日本的1败进入复赛，每一场比赛拢要想办法全力求胜。我相信第一场，因为我们已经派出最好的投手出来，应该会是一场投手战，所以相信打击这方面有可能战术的方面会比较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执行，然后守备这边就是希望多帮忙这样子。我知道最后一场有一些跑垒的东西哦，那个我们到日本去会跟选手再稍微再叮咛一下。中华队将伫11号中昼首战 A 组第1墨西哥，12号暗时对 C 组第1韩国，13、14两天无比赛，15、16连2天中昼对上美国甲澳洲。因为亚太区排名相关的队伍，才会当取得东京奥运参赛资格。中华队都爱甲南韩以及澳洲3抢1，不过韩国已经有1胜的优势，一般有了对上韩国将是上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邦桥徛台复选，发出台湾要赢，邦桥先赢，宣示连任和国会过半的决心。另外，嘛继续甲韩国瑜呛声，讲伊指控国家机器就要有证据。财政部长苏建英嘛反击，强调卖侮辱国税局泄露伊的个资。总统蔡英文并连任到何再去到新北市邦桥徛台复选，并国会过半的决心，佫靠无袂记咧强调家己参选过新北市长，希望得到乡亲支持。邦桥这个所在，每一届全国性的咱的选举，都是最具指标性。咱邦桥来赢的人，咱全国都会赢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那罗志正、张宏禄当选，蔡英文就当选啦啦，大家讲好阿无？蔡英文主打政绩，进攻新北票仓，也毋过近来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未关系主体议题上互相指责。韩国瑜指控国家机器泄露个资，搁较点名国税局台北定机关也互蔡总统甲财政部长苏建英拢会大反击。那如果有证据，我们就会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乱讲话、污蔑我们国税局同仁的话，我身为财政部长，我当然要站出来捍卫国税局同仁的权益。我是觉得这个韩市长在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个惯性就是用国家机器来掩盖他的很多受到争议的事情。蔡英文强调，重点也是韩国瑜应该爱将伊受到人民质疑的代志讲清楚，指控国家机器爱有证据。至于韩国瑜批评几流的人民选出几流的政府，伊也以就算选举选得困难，也袂当将责任撒给人民，袂当黑白讲算倒转去。即马分二党全力团结冲刺复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暗批韩国瑜近来的争议言行，爱加注意，才袂互人民哪看哪海头是像摆面的无好示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仔日是去家人，和地方的立委参选人成立联合的竞选总部，和青年博感情。有人问讲，总统蔡英文讲要伫家人设立唱水南的产业园区，韩国瑜是讲伊表示怀疑。针对宋楚瑜和郭台铭可能会合作，要出来选总统和副总统，伊是讲乐观看待。
有人市东部人客甲啧，外口也市东铁路机啊，伫个支持的民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钦听市路9号行到家人，市东部讲，这是东部有史以来人上最时阵。跟匈奴一样，不停的掠夺，掠夺完就走人。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这些执政的团队，你们都不愁吃不愁穿嘛。批评执政党韩国瑜甲地方立委参选人共台来游选前，维持甲民众徛斗阵的参选路线，中道也甲青年座谈。有人提问，总统选应要伫贵人设立畅水南产业园区、畅水南国族，韩国瑜是表示怀疑。确定我们国防的目标是保护台澎金马，要走小而美、小而有嚇阻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如果前建国造、国防自主、武器自主，这都是非常好的概念。但是我们的国防工业的制造能力有多少？而外团郭台铭甲宋楚瑜可能搭配参选，韩国瑜讲乐观其成，也趁机会敲醒执政党，希望回归清气的选举。不要沉溺于在这种抹黑、造谣、互相指控，然后搞小动作。大家漂漂亮亮的、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把政见讲出来。基于这些原则，任何总统、副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都是期待的。另外，对展开倾听之路就一直无愿意讲的副手人选，韩国瑜也证实，过2天会公布，对方会受国际观而且有强大地理能力的人。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11月18就要开始受理登记，即马就风声亲民党想要找郭台铭做郭双甲。亲民党的秘书长李鸿鈞是讲，伊无了解内情，毋过佮过几天就会有答案。郭台铭顶部是和台北市长郭文哲共台互选，虽然是无直接讲明，毋过却是回应媒体，消息乃才灵通。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民众党主席柯文哲9号手牵手做伙替郭家军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土城三甲立委的李静颖来求选情。毋过郭台铭致辞的时阵，所有支持者雄雄话讲爱郭台铭选总统。就台湾的选民心目中到底要什么东西啊？郭台铭是毋是有可能出来选总统？即马传出郭台铭透过管道联络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受乡政党、亲民党甲台湾民众党推荐变做总统候选人，要来组成郭宋配。对这个代志，郭台铭无正面的回应。电脑新闻消息来遮灵，郭台铭办公室的发言人虽然讲看到郭宋配报道是惊一跳，毋过嘛无甲话讲死。既然已经宣布说他不参选了，基本上你说真的要翻盘，那个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很多事情不用把它说得非常死，因为真的没有人会知道说11月22号之前会发生什么事，不排斥任何的可能，所有的可能都会是可能。郭要选他自己就当时就选了，怎么还是去弄亲民党的不需要了？所以他不太可能会挂亲民党的门票出来选。不是、他要选的话，就直接就选了。另外，却问到甲宋楚瑜是毋是有可能配做伙，郭文哲敢若讲有发生才来烦恼，无愿意加讲。另外，持有总统参选门票的亲民党，到今嘛还未宣布消息。亲民党秘书长李鸿鈞讲，对郭宋配的消息是完全唔知影。毋过嘛讲，过几天，亲民党会正式召开记者会，由宋楚瑜亲身来宣布着最后的决定。记者欧文良、区好在新北市报道。香港7个民主派议员初8暗时，互警方直接也是预约拘捕，是被指控涉嫌伫咧今年5月倒换条例修订草案的会议顶，触犯立法会权力和特权条例，妨害到建制派议员。民主派议员是批评政府事后算总效。今仔日暗时，香港嘛有办追思活动，要悼念迄个过身的科大学生张子乐。 7名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8号暗时被警方直接拘捕，也是预约拘捕。警方指出，因涉嫌伫5月11倒换条例修订草案法案委员会会议上，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甲特权条例。对此，24名香港民主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搁较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伫半年后才生效，是甲人民为敌。 當日民主派議員主要係希望可以阻止一個唔合規程嘅委員會進行。 但係，居然政府係要拘捕佢哋，政府係拘捕一啲指出問題嘅人，而唔係去處理現時社會問題，係本末倒置。
7名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包括朱凯廸、林道廷、黄国威、郭家麒、陈志全、吴乃显、杨耀中，其中吴乃显表示家己被控4项罪名，所有罪名拢涉及妨碍建制派议员，家己无想过会因為敵犯法比例。因為呢個係立法會嘅事務，咁立法會嘅事務就應該由議事規則或者你哋議員自己商討一個方法去解決。泛民主派議員攏批評，佇柯台省江梓路過身的日子展開拘捕行動是另外有心機，民間是佇下晝召開記者會，針對江梓路事件譴責警方暴力，要求徹查真相。周梓樂呢一個名將會永遠咁載入香港嘅史冊，一日未得到真相，香港人一日都唔會放棄。有網友暗時將佇天馬公園舉辦祈禱甲追思會，悼念周梓樂甲其他佇反送中抗爭中受傷者。這項活動已經得到警方無反對通知書。港鐵表示，考慮周末暗時的風險較懸，除了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各線輕鐵甲港鐵巴士的服務，周末2天攏將佇暗時10點結束營運。記者綜合報道。再來更換是國際消息，中國商務部初7宣布，美中已經同意分階段要取消加扣關稅。不過，美國總統川普說好人，強調伊也未同意任何嘅代誌。伊嘛講，中國比美國更加想要達成協議。Haven't agreed to anything. China would like to get somewhat of a rollback, not a complete rollback, because they know I won't do it.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with China.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Fran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 lot more than I do. 北京的貿易顧問納瓦羅前幾日也表示講，美國敢會取消對中國商品加扣關稅，上尾決定權也是愛川普來決定。那川普嘛講，那準美中要簽第一階段嘅協議，地點會佇咧美國，可能是愛荷華州，也是其他以農業為主嘅所在。荷蘭是東歐上大汽車零件出口的國家，因希望透過電動公車大量的產銷，佇咧重視環保的後面會使佔到地位。那身為太空先行者的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按算要推出20年來頭一種會使載人的純電動飛機 X57。研發中的純電動飛機 X57大概是這個模樣。因看到佇主席閣兩邊閣有一個大型的 propeller 發動機，另外正邊倒邊有6個小型發動機，加起來有14個，其中12個小發動機用佇起降過程中提供另外動力。升空了後，順行動力，這個正邊倒邊2個大 propeller 引擎就會用的。當然，這陣用鋰電池為動力，飛機的載重量佮航程攏無可能傷大。Of like an air taxi, imagine a taxi, but in 3D, a vehicle that can lift off the ground and take you around a big city, say 20 to 50 to 100 miles. So that's a really interesting applica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s. 有佇天頂飛，當然要佇地面上走的。都市的道路交通一直是電動車產業關心的市場。東歐上大經濟體波蘭也是歐洲上大汽車零件出口國。特別稱做後共產時代企業本營為索拉瑞斯巴士公司，即陣正全力發展電動公車產品。I think that Poland must be and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solutions regarding zero or low emiss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because their goals are set up on the European level. 最新研發的公車電池系統有7個模組，分別安裝佇個底盤的尾溜，也有車身前段的車頂，總電力比舊款的提懸80%以上。也毋過，波蘭這個國家的電力來源80%以上瓦庫有污染的燒土團來發電，執政黨為此祭拜甲歐盟，意見完全無共款，和波蘭處在推廣環保電動車同時用高污染電力來源充電的矛盾中。記者綜合報道。時代力量佇咧立委林昶佐宣布退黨了後，小連線就一直有人退黨。昨暗閣有台北市議員林良君和時代力量的發言人吳征嘛宣布退黨。針對這件代誌，時代力量的主席齊永明是強調，未來和因也是有合作的機會。一些朋友就算離開，其實也是成為黨友。未來在公平正義、改變台灣的立場跟道路上面，大家還是可以一起合作。亮君跟吳征都是很優秀的新生代的政治人物啊。那對於他們自己在政治上面、生涯上面的選擇，我只能夠尊重。那我也祝福他們接下來都能夠有好的發展。時代力量退黨調也未煞，半冬來連續有6個主要成員退黨，林良君和吳征這陣嘛宣布退黨。風聲講是因為吳國昌和民眾黨有接觸，另外閣有風聲講是因為黨內不分區的立委互相作業。吳國昌佇咧下晡時表示，不分區的名單是黨中央負責的安排，伊已經有一段時間無參與黨務。
全台湾规模上大的2019台北国际旅展是办伫咧南港的展览馆，今仔日拄好是周末，人真济，生意嘛强滚。交通部观光局头摆是用台湾的铁道做主题，设置铁道旅游馆，要拼铁道观光商机。真济旅游业者呢，嘛上准每年休寒和过年出国的人潮，推出海外旅游的限量票券。 2019年台北国际旅展伫南港展览馆内登场，拄着拜六假期，人气尾气是强滚。为着推广国内铁路观光，交通部观光局头一摆以台湾铁道为主轴，设置铁道旅游馆，并且重现今年上热门的直接美术馆列车，俗称招号列车，让民众敢若体验台铁的直接支线。 它是一个积极的新的国立美术馆，然后它是把它模拟进来，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铁道沿线的各个一个观光资源，能够鼓励大家利用铁道来进行观光旅游。日韩3、5节，长线则1万。 拄好拄到双11个购物节档期，加上明年过年，也有法度请2天就休11天。旅游业者也超工规划真侪海外优惠行程，来抢攻休寒加过年的商机。日元汇率现在目前在低点哦，所以很多的自由行的旅客会是抢在这一波，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元旦有连休，然后再来有过年有连休。日本的 JR Pass 的周游券，你觉得有便宜吗？有便宜，买2送1。 今年旅展总共有60个国家地区，1700个单位参展，真侪参展单位拢以主题馆来呈现。尤其今年增加台湾主要山脉、台湾好温泉，也有森林游乐区这个展馆，让民众用自北到南体验台湾各地的美丽景点。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台铁的消息。台铁256处的泰鲁国号，昨昏半暝11点51分，伫咧罗南经过花莲和平站的时，互转去的电车线撞到车头，致使车头受损，挡风玻璃碎去。台铁车厢会当看到车头明显有受损的痕迹，挡风玻璃嘛碎去。台铁是表示，泰鲁国号伫咧昨暗11点51分通过和平站的时，一电弓去转去，落落去颠到迄个电车线，致使电力设备故障，东主和西主正线的电车线去转去，台铁就紧成立一级的应变小组抢修。咁是因为电车线本身有问题才会转去，目前搁咧调查。那今仔日经过汉本和和平段的列车，改用插电的机车牵引，按算下暗9点应该就会修理好。 去年7月，伫咧花莲南岸水墙发现的乌熊囝，已经伫咧今年4月底野放。台湾乌熊的保育协会顶部头摆公布乌熊囝野放的监测影像。乌熊囝的毛看起来是真水，适应了真好，表示这野放是真成功。 我军自动摄影机片片的镜头起雾，南安小乌熊野放4个月了后，头一届互自动摄影机拍到。保育团队迄当阵是总算无压力。我看到耳标的时候，整个都快哭出来了，然后还 double check 那个耳标真的是黄色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啊？结果去对资料，哎，真的在左边。那么小的熊也应该只有它而已，因为野外的熊不会自己挂耳标。 追踪的红昆壳仔伫野放了后胖见啊，小乌熊失踪，互保育人员是真烦恼。但是看到镜头头前的伊真健康，9月甲10月，佮几落届翕到甲其他熊伫咧山内底佚佗。野放半年了后，黄美秀甲团队大声讲，小乌熊过甲真好。 毛色非常亮丽，稍微瘦了一点，总要剪个肥毛。选择在一个悬崖峭壁的地方过夜，可是却很干燥。 也凸显说他有能力选择他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To get those final images, that was really the hard part, and that took a lot of ecological knowledge about bears, about where to put that camera, and to get that information. And I think that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story. 来台湾工作讨论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学者，相当肯定台湾保育乌熊的拍拼甲专业。黄美秀讲会继续监测计划，上少1年到2年，阁有机会阁看到小乌熊伊的形影。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有一个住伫台中市、重症脑性麻痹的郭医生林医，透过自学和练习，通过全民英检中级，佮翕影片和网友分享家己学英文的撇步。
I was about 5. My dad told me A, B, C, D, E, F, G. 影片当中的少年英文是讲甲真认真，分享家己学习方式。伊就是敢若14岁的林毅，虽然只是高一的学生，不过选伫今年8月考调高中程度的中级全民英检。平时敢会伫厝内底唱歌，靠着网络家己学英文，嘛创作真侪条英文歌曲，搁将家己喜意的歌曲来改编，分享伫网络上，成为小小的网红。累积起来英文实力，伫英检摕下真好的分数。父亲讲语文能力，靠着自细汉伫厝内底养成的。因为我五音不全因为现在爸爸很喜欢在管我管东管西的。啊，然后唱的又没有你好。对啊，但是教完之后，我总是要搞一些小花样嘛，就是让他更有兴趣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才，比方说一些童谣啊。因为罹患脑性麻痹，机体的张力伤过强，使得行动无方便。父亲伫复健过程当中，以英文精致歌曲加上谐音来改编，嘛启发伊对着英文的兴趣。复健了后，除了会使家己创作，还佫会使弹奏乌克丽丽。虽然行动无参像一般的囡仔，靠着正向的态度，互林毅渐渐接受家己的无共款。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写不好，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是因为你的张力让你没写好，所以这个不要造成他的心情不好。虽然还是要继续复健，有表讲透过林毅的正向态度，嘛带动彼此互相学习，而嘛透过网络将家己学习的过程来分享，除了提供方法，嘛为网友肯定，找到更加侪自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生活报尾啊，各地小姐要翕现日。南投市区的民族路角度拄好会使翕到日头落山，就伫八卦山的景地，公所嘛决定要封街，互民众会使好好翕相。虽然日头也天顶，马路周围已经住一大批爱点遐的人，卡机仔当镜头卡飞，全拢为了要翕南投市区的现日美景。从这边开始封哦，而且我们封这边封，不是这边，好不好？我在这边封间是在这边哦。公所人员无用速度为此管制区域，也毋过哪到尾仔嘛人侪，会当讲将规条的马路夹满。有心人才拄啊结束喜酒，随冲到现场，也有人为了捉日头，已经走了几啊个县市。大概3点左右啦。3点左右。对。他最主要目的是要什么？就是为了拍这个选日啊。因为我们今天刚演课完，然后就顺便过来看选日。南投市区的民族路，因为会当翕到蓝黑色的日头为八卦山落山的画面，这2天客了满满的人。为了抢翕上好的画面，民众伫路边爱抓着时机甲角度，定徛伫路中，也是人甲车抢路。南投市公所决定要伫9号红路。一些那个人群都靠在那个中间那边，所以车一直开过来，还蛮危险的。哦，算蛮多的，路中间。应该他们是等到红灯的时候才到路中间加油。对，大家朋友大部分都支持啦，但是有一些摄影的，大概是最近这2天就先来看了啊，造成有点乱。公所请警方为此管制区域，伫长大约100公尺的街路进行2点钟的交通管制，互民众会当好好翕相。这款的景象，互民众提起手机啊抢翕，也成为当地特殊的景象。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台湾矫正机关作业机份商品展，咱做伙来看卖。推车展员一箱一箱的豆油囤满满，早10点也未到，都有民众入来展览场地抢买30箱的屏东加豆油。平常很难买，都要排队。排多久了？有时候好几个月才买得到。我们从台南来，特地来买我们屏东建议的陈年特级酱油。也有人对台南专工来买，因为屏东加的豆油平时排订单同久爱排半冬，但是一年一度的矫正机关自用作业商品展览，为期4天，屏东加每天准备大约60万罐，现场买唔免等。唔敢出名的商品人抢买，嘛民众就趁这个机会，找平常时无好买到的商品。现在没有，就只有这个机会，我每一年都会来买这个啦。台湾矫正机关发展一家一特色，开发有代表性的商品，嘛有受欢迎学习技术。不过生产的规模必须要看订单，真侪家拢希望会使扩大规模。中秋节的旺季的话，通常呢，同学每个人都可以领到2到3万的劳作金，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收入啊，会比其他的收容人来的更高一些。主办单位表示，矫正机关的商品拢是传统做法，经过安全检测才卖出来。只要业绩提升，扩大生产，唔敢让愈侪受害人学习，收入嘛会使提高因的劳动金，甲犯罪被害人补偿金。记者王家川、电视台报道。北部地区17度到26度，中部地区17度到29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17度到27度。离岛地区17度到26度。感谢收看，咱再会。